OK， 想喺深圳購房置嘅朋友注意啦！2026年3大重磅利好政策已經陸續出台。第一係降低增值稅，第二係購房換房退過稅，第三就係我哋啱啱出台嘅商業地產降低首付比例啊！每一個政策都可以話係幫我哋慳錢，而且降低我哋嘅購房壓力㗎。聽完呢條片，置業投資冇走步啊！首先我哋講講增值稅。之前係未滿2年嘅單位上市交易嘅話，係需要交 5.6% 嘅增值稅嘅。以一套1000萬嘅單位為例，增值稅要交56萬啦，而家只需要交3%，即係慳咗26萬。而且滿2年嘅話，仲可以申請全免。對於未來嚟講，我哋嘅選擇係咪更加多咗啊？購買次新房嘅時候，即刻慳唔少啊！再嚟就係換房退過稅啊！呢個政策可以話係幫深圳嘅改善家庭慳咗一大筆錢嘅。如果你係喺1年之內由舊樓換新樓，新樓嘅價值係高於舊樓嘅情況之下，你之前交嘅過稅係可以全額退還嘅。例如喺福田一套2房換成3房，交嘅過稅大概會係喺4萬到6萬之間，而家可以全額退還。咁樣你換大樓嘅壓力係咪即刻低咗啲呢？最重磅嘅係我哋琴日啱啱新出嘅第3條，商業用房首付由原來嘅5成降至3成。以一套500萬嘅單位為例，之前首付係需要250個 W 嘅，而家只需要150萬啫。咁樣嘅入門門檻係咪即刻降低好多呢？對於想喺中洲灣購房置業或者係喺京基濱海時代想買公寓嘅朋友嚟講，而家嘅入場時機就相當之唔錯啊！3個政策落地深圳，可以話係精確幫到手。二手嘅流通活躍咗，改善嘅需求又被激活，商業嘅庫存亦都可以慢慢消化。無論你係首次置業，抑或係換屋，抑或係想投資商業地產，都有對應嘅政策優惠。相信未來嘅樓市流通性將會大大活躍啊！聽完條片係咪心喐喐想睇樓呢？記得點讚加關注，後期有咩新鮮嘅樓市猛料都會持續同大家分享㗎。今係咁先，拜拜。